加好，然后唔加油。从小我就很喜欢跟动物一起玩，所以家里从小就养了一只叫做露露的土狗。我从幼稚园就跟它一起相处，然后一直到国小3年级，它因为肾衰竭，然后就去世了。然后那时候就只能去兽医院那边看它，然后在旁边很无助。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要当一名兽医。兽医若希望若可以做一个专业嘅处理，来救野都不偏嘅动物。此时是因为东乡的叫的尸体的伤痛，阿家友决定要做一个专业的处理。其特殊的目标，你就不用理呀。也下已经是苗栗农工玉山保险科3年生的学生的咧。伫学教育3年，顺来按样的继续带动其航向变做一个处理的路呢。很多人都说，其实畜保科，畜主委啊。就是养猪养牛的科系，可是其实学畜产的基本功就是饲养动物跟照顾动物。譬如说我们要养牛、养猪、养鸡，都是比较偏向经济动物。但是我们会学到一些，譬如说动物要吃什么，营养的部分，牧草要选择什么样的牧草会比较好。那我们有一些兽医的部分，但是那个兽医的部分类似像动物的护士。就以前是当兽医，但是现在比较是类似像动物的照顾师。虽然玉山保险科是提供照顾动物的护士为主，不过目标明确的阿家友无限制自家，唔但只为动物出现注意防杀都做到同顺序，对养猪的、养鸡的也都已经兼有处理良美的技能，今日有同大年的表现哦。佳玉其实她是一个很内向的女生，可是她的表现是比男生还要更优秀。譬如说阉鸡，你不要看她这样个子小小的，她可以在2分半钟就把一只鸡2颗搞完就解决掉，比一般的男生还有选手快非常的多。后来因为她参加去年的全国农业类科的技艺竞赛，拿到了全国第1名，所以也因为这个缘故呢，她保送的国立中兴大学的兽医系。这是我们畜产保健科我们科创科以来第1位，所以呢，我会觉得说，个头很小的女生，可是她的内心的那个对兽医畜产兽医部分的那种热情跟渴望，其实她是非常旺盛的。确实，安邦的热情就会完成目标，实现梦想的最重要的原动力。每因为这份热情，俺决定要带领阿家友直接去动物医院。落一转专业的处理体验治理，一切都全力支持阿家友的阿妹，以为有乜嘅话会等人见呢？佳玉，你难得有一摆机会，本意特别来动物医院实习，希望你好好把握一摆机会，好好努力，相信一天做会到的，加油！对梦治理就会开始的。对第一摆大诞生双倍的阿家友来讲，也怕是影响家南摆人生当重要的一团训练哦。Hello， 不好意思，我是今天要来报道的吴佳玉。好，请稍等一下。谢谢。不好意思。你是谁？我是今天要来报道的吴佳玉。哦，你好，吃饱吗？吃饱嘞。吃饱嘞哈。面头前也就是亚摆职场专家冯永伟先生，是全台湾第一间新创专科为主的动物医院院长，涵盖处理嘅公认的新创科权威。我想有其带动阿家友听说做的涵盖深入了解处理行业的真实情形。原来院长你也是客家人哦？哦，不是我不是客家，我小时候在竹东长大，所以会讲一点点客家话，光一点点的，但以前在竹东。你也没有那个嘛哈？那没会讲一些些。一些些可以吗？你知道兽医要干什么吗？现在没有很清楚。哦，这样子哈，好啊，那今天试试看，让你了解一下你可能以后要面对的职涯生活是什么。好。哪天摆款都严重，哪次都动紧张。
因为吉毛嘛小面，不过吉老奶讲客话，我就觉得很开心，很有亲切感。一句简单的客话上家门，一下子就来减的简单上手的亮啥。亲切的演讲，每年时就问阿家玉参加的临床门诊的过程，先提笔一下的做一个处理的日常工作内容。你要数一下心跳几下。你有手表吗？没有。是。心跳几下120。120下，好，很好。然后你听到的声音是不的那个声音嘛？正常的心脏的声音应该是隆咚隆咚隆咚。那它的心脏里面有一个叫二尖瓣，退化掉了，所以关不紧。所以正常时候关紧的时候是很扎实的声音，是隆咚隆咚。来发现，动物宽片、老年宽片是共用的。只是动物不会讲它哪里不舒服，但是人会讲它哪里不舒服。院长在安抚动物的同时，他很幽默也很风趣，他会一直像照顾小孩那样跟宠物讲话，然后主人也会很安心的把动物交到他手上给他照顾。我们兽医跟病患的一个互动的方法跟人不太一样。动物不会讲话给我们听，它不会告诉我现在哪里不舒服，它不会告诉我它肚子比较闷或它腰比较酸，都不会讲。所以你怎么样让家属可以很放开心胸去讲一些观察的东西？有时候呕吐，他会，他来告诉你他是咳嗽，你方向就错掉了，因为病患不会跟我们讲，完全就要靠家属来观察。那这个家属的观察，我们可以用一些模拟的方式，让他更清楚知道生病在哪一个地方，这样子。原来啊，做伊个处理很晓得好也着吐沫呢。不过啊，院长讲，付出沟通的方法虽然重要，不过本身还靠有爱心、耐心、老同理心，国家的专业正确的诊断，怎做得变做一个本人幸福的好医生哦。这一间呢是我们的手术室。那我们平常中午有手术啊，或者是有狗狗紧急状况需要急救的时候，都会利用到这边。那上面这些呢是生理监视机，它就接上去之后可以帮助我们随时监控狗狗的血压、血氧，还有呼吸、心跳一些数值。对，那在有需要急诊的动物的时候，这些都非常重要。那你先坐这里。好。要麻烦你帮我们完成一个任务，就是要把今天来看诊的病历都 key 印进电脑里面。好。那你可以从这个病历系统这边开始，那你帮我们把今天的病历都 key 印进去。好。那要记得要仔细一点，不要有错字哦。好。O.W. 当我看到病历表的时候，我心就想说。拥有英文词哦，怎么全部都是英文这样？只有小部分是还给设给，然后大部分都是看不懂的那样。哎，没想到第一天的 key 动作，我以为很简单，没想到这么难。基本上我觉得就是看态度而已，就是说他可能他会觉得所有都是专有名词的，这个不是一般高中的英文单字会学到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他可能会觉得有点吃力。可是从他学习的态度就知道说对新的事物的学习是不是很有热情，想要去学新的事情，尤其是这个是他选择要走的一条路，那看起来还不错。确实，做条路的时间唔惊挑战，还做得展现出持续学习的热情。该是喺职场当中一定重要的基本态度哦。根本真有限的时间啦，阿家有七家和天数并所谓动物的临时处所，也是蛮有认真的态度，每本佢得到的做得实际操作规成什么加拿大的难得机会哦。要黑奶踢100参加手术，我觉得现在非常的紧张，我有点贫血，我有点想吐。会冲过去啊，嘴巴太白了。帮人看。
当来操作这些沙批的时候，我真的就是超开心，很开心，因为这些设备不是平常要看就能看到的，就是要在专门的动物医院，而且还要有规模的动物医院才看得到。好，然后我们就去找妈妈，好乖哦，好乖。除了老宠物天气天光，阿家友要继续肯定好其他医生的临床门诊方式，甚至很好的建议生化压力杀皮的操作同检验方法。提为你的职场体验，真正是无限之差，要得到更多哦。那以高中生来讲的话，当然他现在进到一个全新的领域，说不定他不知道从哪个地方下来问问题，因为他连基本的解剖、基本的生理他都不晓得。那我觉得今天态度上面，他看起来是一个正向的啦，就是他起码对于我们跟他讲的东西，他记起来的速度很快，然后他接下来想要问一些问题，他也会提出一些小的问题，可能没有那么到位，可是我会觉得他起码态度上是对的。那今天实习到这样好了，那回家早点休息，明天再过来。好，医生，谢谢。大庭院长同医生也都会监听，提为你的处理体验之理，未算是圆满结束的。去年也被转到离西阿家友，两边就拿起天花，同阿妹分享今本日的心情。有啦。你食到乜嘅東西喎？就好過冇吸入嘅喎。係啊，乃看到咁多東西，好過冇看過嘅。哦，要乜嘅都冇叫黑到，要咩話黑到？叫會較多啊。叫黑到係啊。跟住聽乜嘅東西喎？有啊，有天數、打平利啊。做助手係冇？係啊，做助手。要按摩要按槍哦。提為你的體驗，阿家友得到更多，想會同阿妹分享。不過因為講都作為閨蜜咧，所以保留地位體力賬號呢。希望佢做得一夜到天光，用最好嘅精神，聽講你會有很較大人嘅表現。這算日頭冷靜下來嘅時節，體驗嘅體驗未隨展開嘅。透過出嚟玻璃窗，看到啲嘅薄片嘅，等等本醫生看得到嘅，阿家友想會變做專業處理嘅目標，很較健聽呢。那今天我們有其他的一些 case 可以讓你看，那你有沒有特別想要看什麼東西？我都想看。都想看。好啊。那還有一件事情要記得，獸醫是醫學，所有不管人醫獸醫也好，我們選擇了一個不被允許犯錯的行業，所以這個壓力非常的大，所以你要學習怎麼樣把這個壓力疏解掉，這是一個人生另外一個課題。好。那待會我們看有什麼 case，我們就再來看一下。好。今天還會有東西跑出來嗎？從那個洞，你餵的時候？早上我還沒就沒有餵，沒有，到昨天晚上11點40分左右就餵完，就沒有餵，因為他昨天白血球有點高。對，所以可能感染先要先控制下來。哇，這隻狗狗怎麼了？好像生病了哎。它是有腎臟衰竭，所以它精神食慾都很不好。那現在就必須要從這個管子去餵它吃飯。然後因為昨天發現它的管子這邊好像有點感染，所以等一下中午我們會讓它麻醉鎮靜下來後去檢查一下這附近的傷口，然後有可能需要的話，也許要換一個新的管子。基本上這隻狗它是已經是慢性病的末期了，那它也年紀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它連正常的進食都沒有辦法做到。那我們會配合它說，像有時候裝這個食道胃管，然後讓它可以達到我們熱量的提供，那讓它後續的生活品質能夠維持得比較好。狗狗，我覺得獸醫比人醫困難的地方就是我們面對的病患，相對來講血管都很細。對，這可能都比小朋友的血管還要細，所以難度都會上升很多。看電注射講固入去的血管，聽電叫的催個叫聲，阿家友的心情艱苦到哪唔得。
不过想要做一个专业的厨艺，就要好控制切割的情绪，安尼才做得动人心，天数动物接触平通。那今天是要看什么问题？他不太，他嘴巴臭臭的，嘴巴臭臭，然后他不让我们帮他刷牙。真的哦。所以我想他所以妈咪不敢跟你玩亲亲，对不对？牙结石。可能有点牙结石。他不让我帮他弄。好，那今天我们有一个牙结石的一个 case， 可能看一下。我先可以偷看一下吗？这你家看一下牙齿好不好？偷看一下。你看看这个地方，这牙结石已经有一个扣起来了。肯定也帮牙结石嘅叫诶。动物用基非教育的演奏，要随那些模型，教牙齿保健的重要性。不过啊，更较重要的是，要帮牙家育地，让诶才袂帮叫的咬到。看一下啊，愉快哈。那我们在触摸它的时候，会看它的反应，你看它会不会非常惊恐的样子。那有些狗的惊恐的方式是可能用咬人来做回应，所以我们会偷偷先摸摸它一下。看看说它是不是有想要攻击人的样子。那可是如果一旦真的被咬，明明你很想收掉，可是你要定在那边不要收。等它放掉以后，你就是那个洞的这伤口要处理。可是如果说你咬下去，你硬拉，就是一大排的伤口出来了啊。那希望不要发生。有时候狗会，你碰它牙齿，它要咬你，不一定是它真的凶，是因为它牙齿已经在生病了，已经在牙周病在痛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去碰它，当然不高兴，它可能再闪不过你，它就要咬你，告诉你说我不爽了。这只狗刚刚帮你看过，它应该是不会咬人，所以我让你试试看，帮它看一下牙齿，然后你告诉我哪一颗牙出了问题，好不好？好。好，你先靠近它，手部慢慢的摸。乖哦，借我看一下牙齿。然后手就先偷偷先洗。借我看一下。全牙的。对，全牙的地方。还有牙结石。后面的臼齿。那个最大的那一颗是第4前臼齿，第4前臼齿最大的那一颗，所以它是第4前臼齿也出了一点问题。在严重动情节的指导下，虽然有点危险，不过阿家友还是安全顺利完成检查，还学到动物的牙齿结构，同样的安抚动物的情绪也条基本知识。接下来，阿家友梦请求的体验项目就会开始了。要黑奶第1摆参加手术，我觉得现在非常的紧张，而且学校也没有这种机会。我现在来到动物医院，终于有这个机会了，希望一切都能够顺利进行，狗狗也能够健康的好起来，加油！带着满心的期待和紧张的心情，阿家友总算正式行入手术室。虽然抢走地的顺头点点的看，点点的哭，不过现场这种紧张的气氛和临场感。阿家友的心情被将仪器蛋糕紧跳的指数高高呆呆。这一只的病患他有严重的肾衰竭，那基本上我们不希望让他的麻醉的时间太长，那这样子对他的负担，然后在手术当中造成的一些麻醉的死亡的机会会降低很多。那这个再量一下他的监控他的血压。我有点贫血。你有点贫血，什么意思？你现在有点贫血，你要出去吗？你好，那你要坐着，你先坐着好了。你先坐着。你怕血吗？不会。那你刚刚是不是看到什么？不知道，是这2天太累了，还是你要不要水先喝一下好吗？这样看起来很恐怖啊！先喝一点水，先喝一下，喝一下。现在感觉是怎么样？会不会昏过去啊？他嘴巴太白了。对。要摆手术进行的过程中，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粉给，就是因为一直听到那个动物就是一直发出很孱弱，就是要死的声音，而且就是它的嘴巴还会一直动，这样就很恐怖。
虽然医生都很专业，就是有点遗憾，就是没有参与完全程的过程，中途就先出去了。所以我觉得未来拿外抖运通来加强我的体力方面不足的地方。阿家友现逢身体唔舒爽，还加入动手，好彩啊！现场有懂贴心的宠物主人，唔惊麻烦细心照顾。张本阿家友就从几条手术过后念转命的叫话，渐渐的恢复精神，要自身做的真实挑战严重较大的亲密考验。这个是稍微有一点点肿胀。丁丁很乖哦，借我看一下哦。哎呀，这就是我们上次看到的牙结石吗？记得我说从中线开始，门牙有几颗？3颗。好，你数一下门牙是不是3颗？嗯，对。好，所以这边有3颗门牙，对不对？到这边为止。嗯。所以第3颗门牙有那个结石，对不对？另外2颗这个轻微，这个是轻微，这个是比较严重的结石。这颗呢？严重。犬牙，对。嗯。然后再过来，犬牙后面是什么牙？前臼齿。前臼齿有几颗？4颗。很好，所以你现在看看哪一颗出了问题。第4，前臼齿。虽然严重技术问题，但93年生的阿家友，他做得正确回答，学习力当真本人当独报告。认真有3万一记，面对报答宠物主人先前对其照顾，和先学先做，示范正确搓牙齿的方式咯。然后每一颗都要刷到，然后这样摩擦几下往外刮掉。那这样也蛮舒服的。刮几下，然后往外刮掉，然后摩擦几下，快好了。哦，牙齿变好干净哦。对啊。好，妈妈，你看，这就是它的牙沟。哇，好脏哦！真的要刷牙。所以一天要刷3次牙哦。好。会好好的这样帮你刷牙。沙地啊，阿家友和一家进行的动物体检的考验，特户冷清专心，检查详细，和正经动冲用哦，严重每次都动针呢。佳玉啊，那这个今天在这边应该这个过程应该是体验是蛮特别的。那也看到你是一个善良的心，然后应该看得出来你对动物是有它的热情在。那这样的人确实是非常适合走兽医。那当然，我们兽医跟平常玩小动物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要每一天都要面对它的生老病死。那基本上今天可以感受到，是因为你觉得动物在受苦，所以你有一点点身体上面的不适的这个现象，这个我们看了会有点担心，所以你自己要想办法怎么样控制你自己的情绪，可以。因为我们是治疗的人，如果我们自己先倒了，那被我们治疗的病患怎么办呢？对不对哈？那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加强一下。经过1摆设施来涵盖固定，然后爱做一只专业的处理，虽然来滴也愈无简单，不过还会好好的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兽医。还有在这边，还爱感谢严总老医生还有同事。我会好好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兽医的，加油！